东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入省丹地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《东番记》10事之一。耶稣是曰：义在东番，将烈士诸恶，成北方红海，一昼夜至平和，又一昼夜至加勒湾，均义。哪有不日不月不官不长，裸体结成之民，不亦言乎？请记在海而不顾，十古而不鸟，男女以为，故意强处。强连波落，落亦不结，合其诸岛，数据中国一贯，相生相拥，至今历日思客，无日不缺，亦何意也？《东番记》10事之一，台文翻译，作者丹地的评论。丹地的感想，东番真正是一个真特殊的所在，为历史顶港口顺着北方行船航海，一天一暝就会当到平和岛，搁过一天一暝就到加勒湾、台南鹿耳门。中国甲东番讲起来算真接近。但是东番这个所在，竟然真够大，一直住一阵无时间性、无政府、赤身裸体，用绳啊拍角做数字的原始族群。安尼，敢毋是一个真特殊的所在？这个东番人挖海，不过无靠讨海掠鱼来生活，查甫查某住做伙，但是袂黑白来。查某囡仔比查甫囡仔较受到重视，徛家和先人望地做伙。规年冬天拢咧拍落掠落啊，园外花落啊坐甲掠袂了。若将东番车全部的岛屿合起来，差不多相当中国一个县遐大。若好好啊教化，因就会了解
时间观念和捌字读册，安尼和中国人比较起来，就袂差伤济。以上内容是由陈宏正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